做業主最怕遇到咩問題，就係租客唔俾租金或者到期都唔肯搬走。好多業主以為只能夠死等，其實政府有完整嘅程序可以幫你攞返間屋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土地審裁處收樓嘅完整攻略。當你確定租客違約之後，第一件事就係要揾齊所有相關證據，準備好租約正本、租金收據、銀行記錄同埋任何拖欠租金嘅證明文件。記住，所有租約都必須打咗印花，如果唔係喺法庭上可能會有問題。跟住就係填寫申請表格，向土地審裁處遞交申請通知書。遞交咗之後，最緊要嘅就係送達程序，呢個步驟絕對唔可以出錯。你需要喺7日內完成幾個動作。首先，親自將通知書交俾租客，然後去物業門口貼上通知書副本。之後連續3日，每日都要貼上實際管有或居住者通知書。完成之後，記得要喺3日內返去土地審裁處進行宣誓。送達程序完成之後，就要睇租客嘅反應。如果租客選擇反對你嘅申請，案件就會排期聆訊，通常要等2星期或者更長時間。到咗聆訊當日，你一定要準時出席。萬一遲到或者缺席，法官可能會直接取消你嘅申請。但如果租客冇提出反對，你就可以申請冇爭議判決，即係可以直接勝訴。攞到法庭命令之後，你就可以聯絡執達主任安排強制收樓。排期大概需要1到2個月時間。到咗收樓當日，執達主任會陪同你到物業現場執行收樓。如果需要嘅話，你都可以安排鎖匠到場協助開鎖。成個過程睇落簡單，但實際操作嘅時候有好多細節需要注意。時間限制非常嚴格，文件填寫都唔可以有任何錯誤。一旦出現問題，輕則要重新開始，重則可能影響你嘅勝訴機會。所以建議業主喺處理呢類問題時候，可以考慮揾專業人士幫手，確保程序順利進行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對各位業主有幫助。如果覺得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。有任何租務問題，歡迎留言討論。